你為生活拼命，我來健考題。天也未光，漁民朋友無用的整理漁獲，不管天氣如何，也是愛拼命討生活。陳廷輝第二期競選影片28日正式上檔，影片中伊親自行入漁塭，坐上漁船，甲民眾做伙，希望以無同款的視角傳達陳廷輝永遠挺你到底。用一個不一樣的視角，我們走入漁村，而且這個漁村，我們看到的是我們啊，咱的鄉親的開始無用，我們啊，因的開始在拍拼，所以咱哩透早菜市啊，看到蚵仔，看到沙白魚，攏是因辛辛苦苦佇半暝啊，就咧甲人無同款的做工課來拍拼。陳廷輝表示，從政27黨以來，不論是農業、漁業、弱勢家庭，也或是地方建設，伊的原則始終一致。無這27黨的經驗累積，是無法度甲人民有這款的互動。你沒有27年的累積經驗，你是沒有辦法跟人民有這樣的互動。所以表示廷飛不是選舉才做這些事，是27年來一直都在做這些事。我們希望我們未來台南市的市長是一個有溫度，可以讓人民有信任，可以讓人民有依靠。陳廷輝講，台南的每一份漁產背後，攏是真實的人生故事。伊希望市民會當為影片當中看見，咱的城市達到一個真正走入人民生活的市場。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。